什么天气？罗萨这是的嘞。这是中间的罗萨趁早头，人家当现在穷呗，搞不西不穷啊喽？搞不看最穷啊？搞不西不穷去吧？西不穷是能看谁的？加拿一年的其中的领导给开把药的，哎，既然搞不来，这是搞嘛的呗？搞不家嘛家穷，他这种哎。你估计学嘛多？我连学比呢，我那样趁早点学就穷呗，搞不西不穷了。来，老师，他现在我两个人，我这自己学。我这。我明了，多只差不学个，他给各这他们嘞差不多不行了。他个哪的？我他们了又被加拿大明了。加拿是看谁的？什么样的？对。我他们了又被申请的明了。他要申请是看谁的？你听那个什么样是个多啊？听那个年名的可多，我这拿到他的。来，空个菜啦，收到了是我的，他给各这他们嘞差不多不就大了。都是送来呢。老师，收到了。来。他听人听那个啊，这是得来学那个没呗？对，这是得来学呀，这西边瞧看得轻松哎。我拿了古马学下。他现在对，拿了古马学，这是得来学的呗？对，古马学那嘞，我嘛平时也开门头。看得呢？我没上猜不着。那古马学下是看谁的？古马我嘛我那嘞，咱俩开始开多啊。以那嘞那个国团吧，大家记得明年男生行不行？你这是得来学热嘛的。对。对，记得明年或者要不天天别差不了呗？对，英国穷。这下他三个中间个啥子卡萨卡啦，忙被领导看主一张，古马亚健以内嘞，恐怕看他是要嘛的。对，都这了。俺嘞这西边当上去学的。嘞，这两人嘞古马晓得个。这嘛的？现在这两兵家人了古马晓得个。好了，这两呢？这西边瞧有在，古马的这也别出去。有，他现在这两个这西边当上去，马就送哪的呢？这西边当上的。俺最中间他是的。听西边兼有如果餐点经济，别最餐把当头拿下。他的这西边同他这来嘛的呗？我那的，你那这两的这话看到来的？这话有我穷。第俺说他是中间的聪明用的，或者别的这边知不知道？聪明用的啦。现在俺的这话要的呗？这话有我穷。他的别最中间了当不的。听俺问你现在来包不起我吧，晓得的。他现在吃个白下看你两个人，听他来差呗了。白下的这话嘛的？证明来啥中间了，菜年顶着托不说呢，吃个白下有个穷啊你？你听他的这话要嘛的去？证明，但是你这话要的是个样，这话要嘛的是个，他看的是个嘞。他的做实际的菜年人嘛，到白下的这话要嘛的一去。好嘞，他现在来啥中间了，菜年按着就托不过呗，用这看的呢？用这要的。因为路线呢，他是中间给桥看上几点了，不就全部西站穷有咋的？是我呢。但因为路线难了，他是制造电铃铛，别做偏见，猛一错啊，这边就算长不了，用到全部西不穷不的。对。前年顶着去托本的，我那熬着长麦个实际让着的。对。他实际的前年听见托把看面这个也不的。是。很多实际的前年的做木头松呀这样，看全部西站的。大个让着的。提人前年托生意想这学呢，可用个的。你听那个想这没学呢？想这学呢要嘛的。我想这看学个嘞。对。听那个那么就去到那片边个，如果光准的做了呀，这些看着就这个多啊。这边，今天俺那个甚至快不俺的这些就不一，这弄就看到的。现在是的，看看那么就这些都是对的。肯定是。先生您好。你好。您是拉萨本地人吗？对，我就是拉萨本地人。好，那请问布达拉这个名字是怎么得来的？布达拉。布达拉。您看啊。不一样的白。不。大气的很。大。拉萨，在拉萨。布达拉。是这样吗？是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问我就行了。那八廓街是什么意思啊？八廓的藏语叫帕国。帕国。那么廓就是转的意思，转的。那巴呢？巴嘛。巴，那它周边有很多巴嘛。有什么巴？酒吧、网吧、餐吧、书吧，吧多得很。好的。那请问，在拉萨最好玩的地方在哪里？好玩的地方？您看呐，那么听 KTV、迪吧，还有定睛。哎呦，你有钱的话，好玩的地方多得很。人家是的，看看相机我听着说的。这么，那个都是韩国的买吧，肯定吃我的。不是。
俺看人家说说朋友给你最大，只有给路剧人呢，他说老不讲忙是哪个个？啊，来了，在那我来想这些多啊。很多看人家还是青年那边来个忙不起个多啊。搞得这种哎，可是他妈天马这边上岗去那里啊，看人家他妈天在对对，哎，是不是我的抽烟去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不能抽烟，谁就这样吧？看人家看了吧？我就是想抽，那你把我送到家里去，家里抽2口之后，你把我捡回来行不行？哼！我都是，是不是我是在屋头我说送的呢？屋头也看得我了呗。哦，没事，你是不是我看些渠道差不是不是多的？看这是，可是我并家这个如去看那啥个体位吧？哦，没事，现在菜那个你说哪子这个什么种？但是不是我的菜那个中你个这个嘞？这的，这全面渠道嘛的呗啦。提了全面渠道买的，提看人家看去，突突就去，穿了等就要买的也是我的。但明年你能就白白陆陆青年面子一打，看这是，拿了对对嘞，土把哥说呢，土把来下忙结果打，好这，吃水呢嘞马子打，东门开那么就不结果打，哦，没咯，下毛毛水呢嘞800要买的，要买的，哦，下里里我是个，好这，成都去了嘛，啥个通告组队去的，桌子大大，看没对不了吧？哦，你猜个对，许那这个嘞。妈的，俺去呢，我猜个一切。我查过中，嗯，天下该用全国里啊，设立准准起啊，给秋狗入的人不比我的。是，这两个旁边龙泉听见那边呢，我的想起虚不的，我查坏了的。但对俺们我每个吃当人嘛多，天下人这圈的起个么大了。对，他底下听见嘛那么多。了，俺从每日这个吃路吃蛋的，才3年天下这样的。哦，是了，但我呢，俺这吃着俺们这个军都懂得不懂个的。对，所以给吃蛋俺们军都蛋白马仔，嗯，吃个米绝把俺们得出来，老是军心过的。这边俺们说的，不对，哎，这边个可有涨价了，能就经验得出。好的，入塞看些个我呢，苦叫搞个上车了这个多大？这边直接里啊都是当哎，没看些个你咱俩通在了木做的东家暑假了的，密码操啥的感觉全部加个，看些个嘎巴的给吃些，当在这个没水了就给打。很多迪士尼面忙不差个就这路个，可是这是当年做了的，俺来啥过了你就这，没什么说说拿了给个提出的。对，你听见鸵鸟有的，这两咱们得记住了，好多，俺赢了。看哎，好了，俺这个农主这样是小给了。但现在嘞，看个说农主文字那不的，我知道的，那是。很多就就大家讲，特别开心不的。哦，那是，我那人有这是你的说让你当过的啊。对，俺说满岗当，我岗都把态度，帮也不济南过的话。是，他底下80个男子国家个的，来这估计修了。从不可能做，那么就也不点南过的话。是的。他天那做那么就有个对嘛那没在那个朝鲜那的牛多了。对，很多苦有来送叫别个难过的。是的，他底下他是看啥看了吉林月吧看些了，去有不在所来的出要的吧？这个用作查说呢，大些也个难了。对，很多继续让我那梯度参加圈的蛮牛啊。对，知道了。来，他底下继续让我那个民族中国呢，也是不是多啊？嘞，肯定是。对。公路这把可能做修缮马的，sem这些要马的。哦，只要求的。公路选把可能做这家来的。对，他现在嘞，看我找不你，伢都装备那，俺那干不冷的，国家了好多点钱。妈的，哦那，国家这里这些，肯定是。那你老找不着的吧？国家这里要嘛的吧？开哪修的？开哪修那的？开哪修的？开哪修的了？这开哪修的？开哪修的？俺哪修？开哪修的？开哪修的？俺哪？开哪修的？开哪修的？俺爹没。看人呢？俺来说。我都是，可你国家这样，我做就是把它跑出来查了。哦，这，很多人就按这熊吧。看这是。莫啦，这科举男子，这就让我拿了态度啊。哦。莫这那读书嘴巴大个，想把这啥子也让下啥。莫啦，国家这是玩的。是的，以前了莫那个什么创什么产业的什么这，科举的有这特是拍这，莫这来叫个拿了来下啥。他呀，甚至看他那来干么人多啊？是啥子？但俺都长么老个没推荐，甚至看吧，俺呢还是实际上产业对我的大了。对，毛他是特别制度点别切多，俺就长没别就能说啊。你就朋友拉萨在多点，记下了你遗忘，
破张波达拉，人情我不见白足见影，几点的啦真白足见影，战啦西北路杨林，战啦西北路杨林。各位拉萨这边拉萨俺做这位朋友，看个制度，看个年代，这不令了跳手。朋友上边不中俺做读书这都真呢。制度代表拉萨军机从大白大能手。各位拉萨这些说，这边拉萨这些说，各位拉萨这些说，这边拉萨这些说，这些说。